这个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是破一团这个人蛇的集团，甲一个叫做安哥的带头，甲旗下12个共犯总砍起来。有一个妈妈出面来指控，讲伊的查某囝今年的6月，就是互集团骗到柬埔寨。7月也有查囝的消息，但是到8月就彻底失去联络了。妈妈透过真侪管道得到消息，讲查某囝去互转卖了。这个妈妈心肝火大，甲这个主嫌安哥来发声，讲赶紧放人。想到会难过。想到查囝就搁后天，逐工拢咧流目屎，做老母的真烦恼。唔知影伊等遐安怎样啊？不知道生还是死啊？要真青春的查囝，111年6月，互骗去，就是去柬埔寨做工课。看到伊的面册，6月底坐飞轮机去柬埔寨的时，搁捌翕相po文章讲，虽然暂时无伫台湾，毋过会好好过生活，好好做工课，请亲情毋免烦恼。拍开地点就是西汉努克市，人到当地了后，7月搁有回信息，8月了后就完全失联。我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伊就回一个好字尔，唔知是不是伊回，都不知道啊。来拢无消息啦，拢无消息啦。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，亲人真正真烦恼。到伫8月25，高雄市刑台查到一个人蛇集团，其中主嫌是一位红叫做安哥的姓刘的查甫人。厝住伫台南，这位受害者的妈妈讲，查囝就是互这位查甫人和一位女共犯骗去柬埔寨做工课。希望迄个刘先生较紧甲阮查囝放倒来。甲查囝骗去的安哥人蛇集团有12个人拢互掠，姓刘的主嫌人还伫境外，合作妈妈有一寡希望。伊对主嫌讲，希望对方会当赶紧放人，互查囝会当回来台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